大家好，今天我想問你一個問題，你有沒有想過，為什麼中國的富人似乎總是面臨着一個共同的問題，如何保住自己的財富？其實，答案在於中國的制度缺乏和結構脆弱。今天，我們來聊聊中國第一代富人面臨的困境和如何解決它。你知道嗎？很多中國企業家，包括彭先生，為了保住自己的財富，開始尋求海外房產、身份計劃，甚至是第二家族基地。這背後的原因不僅是稅務規劃，更是一種對制度不確定性的防禦策略。但是，多數人的出海策略並未形成真正的全球結構，而僅停留在購房、投資與移民層面，缺乏法律結構、信託體系與合規。這使得中國第一代富人面臨了一個共同的困境：財富的速度跑贏了制度的成熟。所以，如何才能解決這個問題？首先，我們需要了解，出海其實不是為了逃避監管，而是為了在全球範圍內重建全球化配置版圖。許多中國企業家開始意識到，財富的第一代靠創業積累，第二代必須靠制度守成，第三代若要延續，則需靠文化與教育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財富出海並非終點，而是中國家族資本邁向現代化的第一步。但是，制度制約與對策是不可忽視的。中國的外匯管理制度本質上是有限可控的雙軌體系，個人與企業的資金跨境流動皆須符合嚴格的審批與報告機制。這使得許多企業家面臨着心理高牆和制度的灰色真空地帶。總之，中國企業家需要將出海從動作升級為結構，從個人意志轉化為家族制度，才能夠解決財富的困境，進入跨世代的秩序。如果你想知道更多關於中國財富出海的故事和建議，請關注我們的頻道。下次再見。